最後我會介紹熱石座。去熱石座之前，需要橫跨行人天橋先至去到。由於理工大學熱石座遠離本部，位置上唔太方便，因此預計步行時間大約5至8分鐘。如果你係身處喺本部校園內，步行熱石座嘅方法就根據地圖指示去行。首先從利兆基樓附近為主校園中心或者圖書館平台出發，然後往西北方向步行前往賽馬會創新樓對面嘅校園邊緣，之後透過校園平台連接嘅行人天橋走到去熱石座。呢一座係近幾年先至落成，有南座同埋北座。熱石座入邊設有多個學系嘅教室、演講廳、研究室同埋辦公空間，提供土木工程、測量、環境科技、建築科學等嘅範疇嘅教學同研究設施。呢啲學系包括常見嘅建築及房地產學系、土木同環境工程學系、建築服務工程相關學系，以及地理資訊同測距學系等等。課程涵蓋建設、土地、環境同空間資訊領域。換言之，熱石座主要承載同建設、工程同環境相關嘅專業學術活動，係理工大學建設及環境學院嘅核心教學基地之一。天台同平台有空中花園，俾人散步同埋呼吸新鮮空氣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就講到嚟呢度啦，有乜嘢問題嘅歡迎喺下面 comment，下次再見。